你看，你去这火车头，咱就见一人坐火车去甲人铺，你看搭咧火车头车真正济，迄个车拢总敢若无影子还车，出地如草咯，如拉骨，有诶是甲读安尼，你在地小拍，敢若你看，在那伊多若是讲少林砰砰砰，乒砰砰，小拍真正搞我真正爱看。安尼讲则无影无食诶，人爱听；讲实话无人爱听。所以你看世间 frivolous talk 是真正济，咱来受戒，是写修行要顾咱诶口业，毋该乱讲话。逐句讲诶话是实诶话，对佛经爱叫人做好诶话。即个武道讲是真正搞。时间到，我去讲这点。你看咱的佛的讲声，佛去入团了后，伊人花心了，伊人跳在佛的沙里珠，伊人去塔，了一个家庭，翁家新妇走为张益装水，了去伫塔位，去下花，买香香，买香茶。点这个去，这个人要达到人，啥开店真正有味就啊，无话讲价咯，嘿，你人戆人，死人的骨头去摆，哈咪物件，骨有地的是摆啦，死了是骨头落去摆，这句话伊就讲落去，安尼骨。正定正觉，清气，伊讲安尼话，死落去，伊某伊囝伊查某伊新妇拢总出世天顶，特别伊一个伫做牛鬼，这条经到底这个对大瓦都个人有啦，阮是马哈加萨巴看到，哎呀，你安尼刺激，你面。腿包骨，咱面内面，到底面的所的糖，到底你做虾米物件？咱伊讲，就是啦，我嘴，佢再无需要讲的话，我去讲，拄好我看到我某野花、野菜拿，缀这物件要去拜这物件，我去接嘴讲戆人去拜死人骨头。今日我来出世做牛鬼，因为这点的嘴无讲。嗰一项，或者点声有一个会上名国家里讲，这个会上，伊人讲有个人真正来咯，你就叫伊买做，伊就爱做，唔爱。所以这个会上伊直接讲互佛听讲佛世尊，我看这沙利佛甲木兰尊者贪心的人，无虾米好的人，安尼虾米事我讲互听。这个会上伊有一个暗，了这个沙利佛甲木兰尊者起这个暗，了讲朋友，我人来大类所在，我唔通讲人听，讲。佛的大道地甲二道地来大甲你大点点，未来人知，人大不物件，哎呀，佛的只disciples 耐的来伫这个暗，达人是无波斯，假死水10条，按今来会上，这个暗的会上一直想讲。哇！一看就假死安尼结果，定咗一放下来，我上街摕一条，一人一条，剩了几10条我的。特别看他都萨利布达个梦啊，那要走的是，敢若不对伊。所以讲贪心的人，特别咱这边就讲，虾米事伊人拿去贴对，伊人的道地，逐个人来做回向。所以这个物件，伊是要看生，到了自己要集会做回向，唔使开累，这个假设变，
所以是要贪心这人来做回销的，伊是要用，毋是伊家己要用，伊无贪，伊试过落下了无贪了，目睭可去讲我佛听，贪心咯，赚钱不好咯，啊无成好就成出了咯，喙食甲卖啊，啊不大看着，不大讲，毋通讲安那话，你查无这个话。你落地个话，安尼好讲，唔通讲，伊个甲爱讲。有影伊人贪心，热切不来，不该要去，无留一条路啊！我甲你讲，唔通讲，安尼好同伊个讲过一道。世间文化咧，款嘅人，你叫唔通做，我爱做。大人唔通做，我爱做咧，你要做下面啊？所以讲第三道了，伊上古起价带了，在起价带对去，一粒一粒出来了，一粒一粒出来，该无几日花出哪哪，出哪哪了会来死，死的时伊是大啲巴的死，甲无人拍插，特别咱的这个这个 Brahma， 这台湾天这个红光，看到伊死，暗暝来保护 my lord， 这个会消死了。然后这个 Brahma 个讲我不大听，伊去出世的莲花地嘅，然后马在天归，不大要去变到巴的时，不大讲互大人听，好这会消听，我甲你讲死了。出世的莲花地嘅，然后会消灭，my lord， 出世的莲花地嘅若久，佢讲啊，这个地嘅叫做无时间嘅地嘅，名讲是莲花，唔是莲花地地，伊是莲花地嘅是无点声地嘅，然后会消讲，大人讲互人听，啊个若久，这个人出世的地嘅。伊讲若是要讲啊，后来700吨的牛车的麻子，700年一到一个红光摕一粒麻子走，700吨的牛车了，伊出来，你人想看啦，一吨牛车我晓不是市场了，啊是一不吨的麻子就高价市场，讲是700年才拿一粒走。这700年也一粒到100吨的牛车了，所以名正好听莲花地嘅，但是要去到遐边就是站，对对倒落来，耐心，无应该讲伊来讲，人就讲唔通讲，我未讲咧，你叫你点，我佫接甲歪呀咧，所以这边这个事项，骗话唔通，西抓龙出唔通。起身地唔通讲话，安尼唔通讲闲话，然后过这个就是八正道大人一项，顶个拜我讲是一项，행동要对，행동要对，就是唔通杀生，唔通偷窃，唔通邪淫。今日我讲的，对这个口业爱过，唔通骗话，唔通。讲闲话，唔通西抓龙主，牺牲地唔通讲话。然后后礼拜我就讲新的垃圾，这三毒贪嗔痴，讲甲这个三项了，就是讲咱讲要了一项叫做 avoid evil， 唔通做恶。落来我就说来做好，做好我本是2-3礼拜，我慢慢贴白讲。然后未来我再讲节贤，按照一步一步，咱节贤，咱直直清去。你人若是以后扣起来，这个一户的，这个一户啊，个是差不多20个礼拜才会了。你人扣起来，一站一站的起，按照直直去，人直直清去，未来咱跳出苦海。到这边唔知，所以我关点声淡薄，
所以咱听经，有人要受戒，无受对戒，有人有怎么念5戒，5个戒可以清气，然后咱来回向淡薄。在6礼拜我哋讲佛经，实在结起来是3项咧。头一项唔通做恶，第2项做好，第3项过咱嘅心和清气。这头一项，顶6礼拜甲摊啊刷落来，我讲也袂了。顶6礼拜我讲唔通做恶，是咱嘅行动 physical action， 咱骹手所做嘅物件要顾这3项。手几粒唔通爱拍，爱抬，也是爱拍，脚爱踢，这拢总是叫 physical action 行动，真正无好。逐个出事爱毙命，了若是讲爱拍、爱恶毒、爱砍命人、爱诛灭人，这个脚爱踢人，这个拢总逐个出事爱告诉咯。了第2项这脚手做唔通偷摕，细项嘅物件唔爱去偷摕滚。你虾米事？这个是这个物件是回来，这拍都无过，伊会慢慢会起大拍。有时咱个查某人爱摆红光，这条菜花无要紧，这条安迪的花无要紧，唔使讨板。这个就是算头摕，是咱拜佛，咱家的花是要来拜佛，伊不能谈，去摘落去板。无 permission， 咱骹手所做嘅物件要顾这3项。手几粒唔通爱拍，爱抬，也是爱拍，脚爱踢，这拢总是叫 physical action 行动，真正无好。逐个出事爱毙命，了若是讲爱拍，爱恶毒，爱砍命人，爱诛灭人。这个脚爱踢人，这个拢总逐个出事爱告诉咯。了第2项这脚手做唔通偷摕，细项嘅物件唔爱去偷摕滚。你虾米事？这个是这个物件是回来，这拍都无过，伊会慢慢会起大拍。有时咱个查某人爱摆红光，这条菜花无要紧，这条安迪的花无要紧，唔使讨板。这个就是算头摕，是咱拜佛，咱家的花是要来拜佛，伊不能谈，去摘落去板，无 permission， 伊无满意，互你板来去板，这个是算头摕，唔通，这个慢慢的小块物件花落去，把日直起来。慢慢一大项，咱会晓摕来偷摕。第3项我烦恼讲，骹手做唔通声音，你声音了，人逐个来出事，做人也是做禽兽，虾米，逐个家庭是真正乱七叉，红姐也是讲爹妈囝拢总真正无平安，无平安是虾米是？渐加路，渐无好事，无明白嘅人讲唔知冲着，无去看第二。这个甲了拢总唔是对正事伊人声音，伊去花害人嘅家庭，睇下伊来打家庭，伊本打一个苦。我当年礼拜我讲唔通做恶，对厝嘅偷业。这个口业4项，唔通骗话，唔通西抓弄处，唔通起身地讲话，又唔通乱地讲话。正礼拜我们贴名，故事真正侪你人听，拢总这个故事咧对福建嘅册，拢总讲出来。
无必唔做恶，即个唔通做恶嘅字嚟，我哋讲就是这三毒，心嘅毒，即个心嘅毒是贪嗔痴，佢在咱哋記正我3禮拜、3、4禮拜前我有講。佛教偏甲別個教無相，別個教講攏總是這紅光做的，天講做，天講互我聖地，天講互我貪心，天講互我這個了攏總是這物件，天講互我，但你不但將佛經再來，佛講攏總 everything is mind, by mind is all made. If the mind is clean, everything is clean. 就是攏總對心，若是心清氣，伊這個人所做的物件、所講的物件、所想的物件是攏總清氣。若是個心垃圾，伊所做的物件、所講的物件，若是所想的物件，攏總垃圾。若是這個物件這三個行動做落去，有這貪嗔痴三毒。這個人，guarantee是無來出世做人，唔使講出世做紅光，出世做人本無，出世做紅光本無，出世做 Brahma 本無了，可卡無了。係咪係咪說？這個三毒是叫不打講啊，是一個無好嘅物件。若是一個人要斷開嘅點聲，有這個三毒佇個心，這個三毒有落去佇個心，伊要斷開嘅點聲，伊要去苦嘅所在。所以一個人你看，伊若是講啲小物件，小講唔係離開這個世間嘅物件，伊真正熟嘅教會，伊了解嘅教會，這個貪浮起來了，這個貪若是浮起來了。伊無來無福氣通出世做人，人較定小看，人聽看，伊阮回想，有當時要斷開嘅點聲，想甲伊阿妹我有一袋鐳大佇遐邊，就安尼想呢，啥物事貪去啊？阿妹我抾嘅鐳大佇遐邊，大佇塔嘅位，我頭尾起來，安尼斷開，無通出世做人，無采講伊是回想。927屆，這個唔敢做，嗰個唔敢做，要斷開嘅點聲貪掉係，聖地掉係要斷開嘅點聲可較慘。今日我無影通講聖地，但你來看，人逐個落地嘅是對這個聖地落地嘅，就貪個聖地這個兩項，一項嘅貪，伊是較無相嘅貪。較無相嘅貪是這個無這個貪是較無相嘅毒，聖地嘅毒是真正厲害，燒着咱逐個是落地嘅甜甜，貪嘅毒，伊看咱落去出世，較濟無蝦米落地嘅，若是真實全是貪嘅命，伊無落地嘅。伊愛出世做餓鬼、禽獸，也是講啊別項像阿修羅。特別有時貪愛參着別項，因為貪心伊敢亂做，貪心落去啊貪啥講一個人貪過頭，伊拍槍了人認着伊，伊個貪名聲，哎喲人會認着我做人死，所以貪這個毒性愛落地嘅，若是全貪一項呢，較袂落地嘅。所以會記武大講這句話，攏總是對心，心若是清氣，攏總清氣；心若垃圾，攏總垃圾。蝦米叫做垃圾？這個心若是有這貪嗔痴這個三毒，是所做嘅物件垃圾。你來我哋講這個講啊，心垃圾，實在是蝦米物件來？佛講啊，這個五蘊，這
这个香菇，这个感觉，这个思想，这个精神，甲这个什么这思想，甲这个行，甲这个精神，这个五项。当人话册话就讲食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去知是唔是我，也唔是你。这个五蕴无明白人讲是我。了，但咱这个五蕴，这个行啊，不得讲啊，是这个精神。像一粒粿，这粒粿虾米做诶？面粉做，还是车做？要有butter，有margarine，还有葡萄干，还有奶，还有虾米，我未晓做粿，我唔知啊。这粿了个了，这个物件做好一粒粿，咱诶精神是两种形去做的。咱若是摇落鬼形，是贪的形，咱讲的话无像；若是圣地形，无像。你看有的人，伊个形大日形是哪济？伊讲话无像，若是大日的人讲话，咱我唔使讲，你人看，几了，你知这个我会别人袂。大家讲伊家己的呐，所以大日心，还没有这点的行，大日行，伊讲的话，我是哪济？我会做，别人袂做，我较高，别人较无高。哈咪事伊会讲出安尼款的话，安尼伊的心有这个大日心。若是这大日心一个无，你叫伊讲安尼话。拍死伊袂讲了，这个行是真正厉害的行。你看，若是讲这个人若是无大日心，了若是讲伊的心就是啥讲有坚固就是啥真含糊，真细致、小本分，无大日。伊讲话真正细致，你甲伊讲啊。讲这大日款的话，伊袂讲，伊大概讲啦，我无搞啦，你较搞，若是你袂，你但你大人教我，伊若是搞，伊会晓，不能讲我无安尼搞，我知你较会晓，你讲的话，论无的话无相人，因为虾米事，伊无大日，所以这个款人袂得看，这大日的行讲话才大炮。这个无大日的行，伊是叫奸夫就是含糊，因为含糊，伊讲话无像，袂像人袂含糊，所以这款的行，咱明白有老虎。不得讲各人有52项的行，按照咱这个52项一分开，14项是无好的行，25项。是好的行，攞来个7项，伊是叫 universal， 逐点的精神正正要有的。然后个6款的行，伊叫 particular， 这 particular 是这个行真正来咯，伊是最重呀。伊若是挖着无好的行，伊便变无好；伊挖着好的行，伊变好。像个老爷呢，老爷若是讲。这个好的人请到伊，伊是老完了好的人；但是唔好的人请到伊，伊老完了唔好的人。像迄个人若是拍枪，来请老爷，这个老爷分就对渐渐老完和这个拍枪的人讲伊无做唔对，虾米？所以咱要明白话，这6号是叫做 particular， 有当时好，有当时无好。14项无好，咱要加减我讲啥？贪、性地、妄想，有时大日心，有时自私心，有时错硬，有时分大心，有时烦恼心，有时无惊天无惊地，虾米本敢做？了个一号袂晓见笑做恶，若是好的人叫做恶，哎呀！
更小事，安怎我做安尼款的物件，安怎今日我敢对我父母我敢让，我安尼一人看也更小。这个本事是好的物件，但是伊讲伊若是袂晓见笑，就是无好的物件。所以这个是叫做阿莫话巴黎话叫切达西格，咱中人话叫行。14项无好的，好的本有，好的无贪，无生气，无妄想，落来佫真正济，佫22项。今日我摆讲无行的事，因为这个三个毒有啲心的位，心若是无这三个毒，伊袂讲出恶毒的话，也是伤着人的话，骹手袂抬，袂拍，咱袂声音，袂头体，所以拢总咱因为这个贪，咱逐个爱做恶，若是无贪，咱袂做恶。人的保持，虾米事伊会保持？因为伊的心，佛教的点声，伊无贪心，无贪心伊会保持。甲你保持过了后，伊会过上。第二点的精神，头一点的精神，伊去保持的点声，佛点的精神无贪。甲你过了后，哎呀，我昨晚保持开咗178块，哎哟！5个岁少呢，我人保持落去开到100几块，应该不应该开安尼这类？一个讲就安笑就安尼笑，就是伊贪起来，怕算的累。功德有，唔是讲无。头先嘅功德伊保持，伊功德出事好嘅。第二点嘅精神来，哎呀，我去开到安尼这类，怕算。这点的精神要用过说，出事好嘅人，未贪好嘅人嘅享受。安怎样说说未贪好嘅人嘅享受？伊所食的物件，拢总是高门的物件，怕算就听累。因为这个白日一去万山，一去是买什么？买人去偷桥，一边看。一边是歹了的，切一边跳起来，还规顿，因为讲这个一边桥就多，搭桥是有头一边了的，所以讲啊，这边的桥啊，就讲啊，600钱，哇，600钱光顾你的精批咯，一也对去，符合买本是上，买个人这个持股的，叫做什么付出，一斤大买。伊摕起来食，伊讲这个物件会食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以后保持millionaire，伊就是不要就听，要这点就是贪得起，伊用过或者贪的会陷入去啦，垃圾，所以白日一出事，好家人，特别穿的物件，食紧迄物件，买符合是出错。跳起来跳食，咱有当时伊若是讲厝内啥摊啊是冇得讲啦，特别若是故事苦的点声，拢总是买车车伊买到了车啦，人买了的修正订来订去，咱要厝顶报归报，上个去食的买车安尼哦，像意思是讲摊啊现实。有的人真正好个，特别穿的我都家是买second hand 人卖，特别有的人你看，伊福气大，一顶新车，搁一顶新车，搁一顶新车，用久1年2年买了，搁袂新的，伊福气，伊保持交易伊福气，特别若是保持了就听，我话伊贪，这个买旧车，伊讲好的这个旧车。你20几千看到买这旧车，把你8000块呢，嘛是会行，女人会行，我嘛是会行。咱你看一个有的好家人，3岁7、8项住伫桌顶，特别因为伊个有掺着毒心，有时猫狗一拍，有时猫要食肥，猫就要用脚踢，这就是讲恶毒心 ，cruelty to animals。我过有时外面查某人讲啊，咱来保持淡薄，伊讲好，
那你去做就好。啊，你一烧一查某人有保险，但你对这禽兽国无注意，你确定和查某人去了后，伊就搁想，哎呀，拍算啊！这里是保险开咗，我可以50块，那这50块来买啲出来就食安尼自己，这里他那自己那开咗50块，这个物件，有保险就听，佮有读个鸟禽兽，对这个，所以大家爱出事，好嘢，特别3倍钱一次，这个未食，那个未食，这个未食，还没是未食。doctor 讲这个袂使食，安尼我有会看。这个袂使食，安尼是我有研究。这个袂使食，安尼我药剂无力。咸袂使食，肉袂使食，因为你袂使食，所以你看7、8项啊，买来就咸呀。买去豆乳根袂使食，就是讲上咸，食正，你在这有当心买去淡薄这个。几粒我啥豆肉白汤安尼蓝条的呢？所以看这个对大陆对这个保险要贪条淡薄，这个贪刚才我要讲的话，拢总是对贪呀。这个贪啊，你有这个贪，人敢做这个7个。恶毒的物件，像顶礼拜甲顶2礼拜我有讲，杀人、偷窃、邪淫、骗话、在抓龙主、起身地乱出乱骂人，讲闲话，这个拢总7个就做无道德的行动，拢总原因起来是咱的心有这个贪，若是无贪，咱就讲安尼的物件。咱来考虑看，在天有时在讲话 ，office 咱去做工的点声在讲话，甲做工的人，还是做甲头家在讲话，拢总就是对贪。生意人交落来，还手来还手去，拢总对贪。我生意就好，你来砸，你来做，你去抢生意，就拢总是对贪。伊们政治。是讲他那政治你看阿根廷啊，这社反甲这个英国，对大陆原因起来对贪心，你他们阿根廷啊没人的地，他们谁没人的地？你再讲他那些讲这个所在有出油，古时人无爱拖到底，他那也拖到底是听讲是有油，油他那是那贵。咱美国在英国就听讲有油，可较唔爱好，就对贪、小贩、小台、小炮。这个物件贪怎来咯？一时早去，关键咱来出世做人，咱会晓让对佛教慢慢改咱的贪，咱的性格，咱的容相，咱就是搞。无贪无性格无妄想，咱大家过出世，相对操是人，可较清智，人讲可较清智 ，Brahma world。你看这汉人来出囡仔来出世，一早要贪来，咱看的少。你看一个囡仔若是这汉，伊若是贪这时。伊健康渐渐看人，伊若是去摇落的时，贪的时，伊健康啊，咧渐渐看你食，上路，这个就是讲伊有贪心，但你要贪是细贪，是一个火来，细伊看你食呢，咱若是有时做爸母讲，到位，按照你去看人食，入来难看啊，伊贪的时候，伊去上人，这个行动。来去大陆，来对要贪，但是这个贪是细，不但讲这个贪是火来会大，你看较大拍淡薄呢，伊来看了伊无，伊个贪嘴讲话咯，安弟你食呢啊？
伊要老食了，开喙了，虾米物件做伊讲话，是这个形做伊讲话。咱去看，伊形较强了，较大拍了，伊来无甲你讲话了咯，伊想要偷窃了，行动出了 ，action 出了，咱靠较拖。伊毋是要来偷窃，来看个囡仔伫食，用手敲着物件收对了，拍枪。这个物件去看，伊是小拍时无像，较大拍无像，搁较大拍无像，搁较大拍伊拍枪了，较大汉伊拍枪了，伊敢杀死人了。所以这个物件咱要讲，小拍，我逐个来讲，叽教完了你，不杀就在这里老完。这些拍时，咱要改，贪这个要改。像个这边你看，这个阿只达萨杜王，佢哋真正有这个台主，这些汉呀，所以拄着đề瓦达甲伊讲，đề瓦达是咱的苦的主来无辜，所以đề瓦达讲互阿只达萨杜听，阿只达萨杜，你他妈。你爸安尼少年个，要听个你爸死了做王，你本老了，最好你做了爸死了后，你堪要做王。囡仔贪心，就听讲有影了我爸过安尼少年，要听伊死坎坷，贪要做王，伊贪要做王，伊个贪好名声，按照好名声。伊唔敢做互伊巴死，所以未来按照做，伊讲互伊爹听未来伊抢皇帝剑啥物事啊？伊偷对我甲伊讲，你掠到钱的爹死了后咧，你堪要做王咧是你来斗骹手，我要做佛。所以掠到下啲后面啲胸口的伊，听看伊巴，就看着伊巴行来。多想要掠去钱，但你卡手直转，无打。因为啥物事？人有两个心，一个心恶，一个心好。好的心直起来，你袂使做咧巴，一个讲我要做王，这两个 conflict， 就 conflict 若卡手转咧巴看着，我咧惊啥物事？你人去转，到底你是啥物事？发病是无？伊强记的人，伊好的人，甲你参着朋友无好。朋友讲你做了家事，堪要做王，他来 break 出来讲出来，阿爸，我内面是个大囝，是个欠你死，我要做王。家小囝，随时讲囝喂，唔通做安尼工课，你落地界你坎坷，堪要你做王，马在去你做王。所以就做王了后，伊掠伊爹做王呢，头一句呢，掠伊爹关卡水边，唔敢互伊爹死，唔敢刣死，惊歹名声，惊讲落地个，贪过要做王，贪要出事，天顶就爱做好，所以关伊爸，无到看伊爸会死，但你无袂死，这个我莫讲，这条故事较明咱明白啊。所以今日你看，人拍枪，人做上奸，人做political model 是政治潜死人，拢总甲了这大的恶，这个大的恶拢总是落无眼对这个恶，拢总是对贪起来。我会记我较少年的时，我捌听一条歌，一个人kidnap人的囝。kidnap人的囝了是，抬这个囝了死，了肠仔肚拢总屙出来，心肝拢总屙出来，内面钱也片，钱甲规个腹肚杂杂，了做好人，土公亮亮了加起一口，过加深的位，特别加深在人来做，当汉开了去这个囡仔，拢总也片，人的囝，你看。安尼贪的物件，伊人敢安尼款乱做，这个物件是对这道贪，
那是无贪心，无人会做安尼款物件。咱听了，咱无几通。安怎人会正敢入来抬我抬死，要对我度起来，对起来拢总来欺阿骗。他们说，他们物件不敢做，他们恶作不敢做。他那咱来查看，这个贪安怎样有这个品性，有 character。不得讲啊，一般去按。你看人若是贪，伊个死个尖声，伊唔甘离开个物件。若是讲因为进去，我知我有一个朋友，伊要死个时啊，日暝渐渐放来，人人个树林灰、树林地，要死个尖声，你知安怎做？伊叫无啥，开辟拄好我看，我甲咱规地水啊，我做死。除了嗰个解看少无少，第起你看，解讲这个断开了，第起来要叫世界人话，第二项啊，要这个品性 sticky like meat on a hot pan。佢讲啊，这个贪啊，要成形啊，要形款啊，像个这个肉，你人知我这个肉系啲正热，无系油。爱调整，所以这个贪啊，真正没事想把你过来过去，咱未脱离这个贪。未来是这个贪拖咱落失败，地狱、恶鬼、阿修罗、禽兽，这个个了，拢总是你，还没你家拖咱去，是这个贪拖咱去。真正久了，咱来出事炸这个物件，囡仔是来出事，你看有个贪，你看你解讲啊，这个好我最好啊，我唔系哦，较济是安尼，伊卖好你个白点，你就解讲伊就白点，你解讲这个囡仔来出事，伊炸要贪较济，较济，你看有个囡仔你解讲。好多你好爸爸食淡薄，好爸爸食淡薄，那爸爸食，伊早来无贪济，这个囡仔人过好，但是这个囡仔较无贪的囡仔，出现好看，较大汉，贪无上了，伊直直来，安尼人直直大汉，伊肉筋直直冷，直直香，目睭看着爱，耳啊听着爱，鼻孔味着爱，嘴感着爱。望就爱，笑就爱，所以这个到少年家人也爱，像我吃着金了，开闸帮6-7条金了。那时候你看世间有的人贪钱，有的人贪名声，有的人贪食，有的人贪某，有的人贪班格，比这个无够，未JP了谈了无够，未达到无够，未干死，拢总就放格。这个物件，按平常咱出来的人，不管是有这贪，有当时咱站好看，有人讲我无肉，我未食饭；有人讲我无汤未食饭。这个贪，一顿加班去3摆真正香了，这物件无好。安尼不要讲啊，若是讲到咱来出事做人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有通住，咱就要满足心。若是有满足心，咱无贪。特别人无满足，有的人贪食，就是买，到这人有的人啊要食肉，就要食肉。其实若是讲白天来讲啊，有世间若是乱淡薄，无人开主。所以伊袂食饭，讲我无肉袂食。这边我讲，不要讲啊，就是小小的贪的挂一角。你看，咱的不要去做菩萨的感想，有自己一个王，伊名巴利萨达，这个王甲咱的菩萨，咱菩萨边啊，所达所嘛，这两个王是伫达克斯拉。伫训练功夫对来，
但是沙达未来做王，但是这个人几那是一点点无肉的，那是无肉伊无食饭，无肉伊无食饭，像咱看下有的人无汤我无食饭，无汤无食饭，所以这个人无肉伊无食饭，无肉无食饭，未来有一时出世这有钱有怪，日内要食人肉，无人肉伊袂使。啊！这有钱有贵了后，伊来出世做人做王，就出世做王呀。伊讲好，伊做王的点啥？就地另外一个庄婆煮互伊食，搭对这个肉，无肉我无食饭。今摆这边印度有一礼拜一日无啥讲无杀生。就无杀生的时，逐个这庄婆就要买肉收起来点点。有一日这个庄婆收这个肉去煮，马仔无太煮啊，是无杀生，伊收这个肉，就是个狗去叫，而且每样都无看，狗去食的肉，就食的肉了，马仔贪王无肉，咱这王个真正歹的，那是无可以，还无欢喜来，伊要砍针头。所以这庄婆看无肉了，就做去找卜干，规个卜干找无肉，无路了。不条印度的点啥，那是人死，是野鬼神去去冲顶，下条那边冲顶的人会烧，还是无烧伊台，但是无台伊人放咧上边，互这个狗熊啊，这山狗来食。这庄婆就惊惨，毋捌知无肉，王若是知无肉，我头就困，安怎做？去伫咧冲顶人死人咧肉去挂伫白下一地对来了煮互王食。安尼真是有钱有怪人，人肉当着嘴奶奶，一知是这special 的肉，所以去食的时大点点。啊！佮食饱了一叫，有人王总闪开，我要家己一人大伫王总，无惊，因为这个部长王总甲咱就走，来叫庄婆来。你讲互我听实，今日你互我食虾米肉？一个煮了就提惊了，王啊，肉来啊！你讲实，你无讲实，我都拿出来，我要斩头你了。所以就惊伊讲，王诶，实我讲你听，我呢老咧肉你狗头食，无路了，我去冲顶挂，了独人写我无罪。王讲，那么歹，我写你无罪，但你今日去，逐日都要找人肉互我食。无路了，这庄婆逐日卡古根，害死人咧，摕来互王食，卡古根开到尾来无卡古根无人了，伊讲个王讲，卡古根无人通开了啊，无人通开啊，一包的荷包的钱，一点滴对路，追扣压伊来，所以一百。这个叫人家百姓的钱，进到啲三角路，人过路人看到，这个一百钱人落起来，就落起来就掠了斩头，是未来三摆街路，唔使讲钱啊，连个手指迄角去当无人敢笑，无人敢摕了后。按照做了三摆，达了，因为部长拢总知讲这个王去食人肉，赶伊走，就赶伊走了后，无去做王，这个王带个庄婆就去扒，追过路台，食人肉，无半人过路，个庄婆讲个头家哦，无半人过路安怎做？伊讲无要紧，你囝甲我杀，军队杀点点。只庄婆去杀的时，讲死啊来叫我杀，
杀这个下这个军队，特别狼都没啊，你在这个台湾死是不？你要那他的完了姑娘的这军队姑娘来家都落了去了中国，家了中国，and 回来大家就一起家人。And then 有一日，一去台，一去对着这个人有好家人有病的，对，这个卡就刮了一下弯个手当心都看咩好我卡快好，那我卡快好，我下弯18个印度王我下来台。下关好路，然后呢，未来呢就一卡家己好，就好了话，一抓在印度王，要来和下关。这当时是好人讲，所以看，哎呀，这个人都强要开这个王，所以安怎做？这当时没听讲呀，说得什么，都无抓到伊，后来王本就再来。所以บริษัทจะเลยเท่าองค์ไปจ่าหลังบ่ายดูสิช่วยจะเลยพอสัตว์เรียกเช่นพอสัตว์ไหลกับอีตัวไป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เลยพอสัตว์เนี่ยพอสัตว์เลยจำเนี่ยจะเลยช่องหลังไหลได้เลยกองเกงห่อพอสัตว์เนี่ยแล้วองค์ก็เช่นใครด้วยตัวที่องค์จำเช่นใครว่าที่สั่งเอกฉุดไหลสั่งเอกแล้วว่าจะเทียนเลยเก่งองค์ที่สั่งเอกที่人话โอ้ย这个บริษัท这个องค์เจ้า出来สั่ง这个องค์ใหญ่ตัวจะใหญ่ทีนะอีบาลสั่งเอกทำหมดตามแล้วยังจีดีเด็กกาจ้าแล้วจะบริษัทที่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แล้วกองเลยพอสัตย์จ้าถึงอยู่อ่ะ如果係行死啊如果係好啊แล้วพอสัตย์ก็ว่าบ่好是头毛水，我当一头毛水治到你身躯，唔是我目油。我伊讲实在啊，我无惊死，但是我有一项提心，因为我叫一个圣人听开，我要听经。你若是下你帮我对，那我去听经了后，我来扶你，互你睇，互你要做啥你做你做。所以บริษัทกุศิกาย朋友แต่ไปที่ตังโอ้ยก็โหว่าตังนี่ตู้แต่ดิลูกตัวตู้ไรลูกแข่งกันแล้วเอาลูกตัวตู้ไร所以พอสัตว์ที่แข่งกันแล้วตู้ไรบอกแก้มเกมทางตู้กูก็แก้เกมทางตู้ก้องปีหลังพิมพ์แล้วจะได้หอจะได้ขี่ตัวขี่所以จะขี่แล้วเอาอีที่ควาจะจะได้พอสัตว์นี่ก็ว่าฟังลูกขี่ว่าอากาศลูกเบื่อตู้ไรอันเจ้าลูกก็เบื่อตู้ไรก็พอใจก็หลังเบื่อใช้เพนว่าไอ้จะเป็นtruthจะเป็นสิทธิ์ใจ so after that พอใจว่ากว่าเขาที่พอใจจะกองเก่งเลยทีนะ他们说了อันนี้หลัง要紧要让人相信要专辑你来做อันนี้มีการถ่าย在人的事你要打你最真正当，都昂讲经可以听了后，伊就改车了时，伊家己买你帮助菩萨，了这菩萨苦，当中这昂你要抬帮助，帮助了未来这菩萨带这个昂对，伊个贪做昂就对，了就无食，买你只帮伊甲去食人吧。所以这边人就这个有人我无土未食梅，我无肉未食梅。有人讲我若是无鸡啊无鱼虾，我无食梅。世间无大条，当时政府真乱的点声，若是造反的点声，等于鱼虾通买，他们物件本就爱食。这个贪若是有这心的话，咱袂放弃。若是有啲心肝条下，到点声要离开世间的点声是件大苦，因为是大苦。到要离开的点声，会记我讲，这个贪啊做咱独白
甲一个俗的物件，有的人俗无囝，唔甘离开，就再讲尖声到了，有的无做好，牛头在面前大一钱啊，有的也做好，应该要去好的所在，唔甘离开，哎呦，我莫离开我的所在，我这个快乐的物件，所以这个贪袂做咱看破。安尼做咱看破，逐个无贪出事做人。看我讲这条路听好，看着点声有一个回响，真正得到日美提升，了伊小妹一个看着哇，我哥做回响真正庄严，家己用苦工芳势做一条家事，送我伊个歌。因为哥就谈着这家事，哎呦，我小妹做的，苦工做的，伊真正少，所以 attachment 初心少爱贪这条家事，但你有一日，伊去变了把了吃了后，伊不倒去坎坷，就会一来要死，就要死的时，伊最后尾到会想做这条家事，哎呀，我小妹，3、4月日才做着这个家事，做着这家事了后，我无贪成就唔得，伊这边去想，我无贪成就这条家事，就伊贪这条家事，这边安尼想一对开，出事做家走，骨肚来，227届节选。但你要对开的点声，虾米物件可以做出事做家走，因为贪，应该伊要去到咯，都是大海问到处天，较远过天公大，天公大的天顶是第4眼，伊的福气是第4眼的天顶，咱的菩萨的嘛，你听不到，你来佛菩萨，他那大海面去天堂，伊要去出事也没有所在，但你因为贪。无贪去出事天顶来出事做骨肚，贪乜咪贪家事，表啲家事，就表啲家事咁樣，即死了後，一回想即係講，哎，咱嘅師父放下這條家事，咱看啊，咱老人也家都家這家事做奴隸，你睇一邊，我睇一邊，咁公道，咁伊是後面有這些嘅人，伊跟住來出事做骨肚就。聽到，哎呀，你看人這邊拍成個教的家事一樣，然後伊個財氣真正好，唔得，佢有啲世間觀看，哎呀，這個人一樣，咪係上個教的家事，所以佢冚咩去啲咁邊，講我最內會上正，唔通加這個家事，這個家事放下，唔通去鬥這個家事，7日。你这边有时人就讲人做事有影一堆来，无伊这个骨肚，这骨肚也是家走，伊个命是7日啊，7日了后伊死了去90天，因为迄条要死的时，伊做禽兽了，伊做骨肚了，伊无这个贪这个家事，安尼家事就做半行了，伊知，但你信心你这做骨肚的时，伊。爱的家事，因为这他们咱可以做在出事做骨肚。咱的木兰真正甲这个12月份，有一个出事好嘅人，慢慢出事好嘅人，啲佛教嘅事人啲平常人嘅點聲，慢慢好嘅人，慢慢大人嘅女就啲嘅工資，古時嘅人無病，當中係啲硬。红了暗暝无人看，其实工资大。慢慢个死的点声，一个出事做鸟鼠，大啲咧啲大嘅所在有个坑，出事做鸟鼠，大啲咧土坑嚟。按个一个出事大，头尾啲咧所在，伊人大嘅所在，这个对这条路慢慢嘅，应该人做好嘅起正好嘅所在，鸟鼠甲蛇对这条路他们呢一大嘅机会，所以今日我就只讲这经，咱要明白贪放喺度，
那是要帮佢讲，咱摊脱离这个苦的所在，唔使来出事这死的苦的所在。落来惊这行我唔爱讲，这怕的是，这贪我讲是火，这怕的是未拖咱落地嘅，让有人贪钱、贪食、贪大爽、贪未惊这，贪未这个大会，贪这。这个物件伊贪伊未拖落地嘅，特别未拖落地嘅，那这物件贪是啥子？越贪越爱越多，伊未贪这个满足心 ，is never contented。咱若是细怕的时，人过做好，若是有少少的贪，爱做会晓做好。你看有的人好事受戒节省。你每看，还没做你保险啊！我个保险咧，出事。